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有一只中国籍的船，昨下晡撞入去咱金门的海峡来掠鱼。咱的海巡署要甲查，也毋过这只船煞走互人掠，落尾全安尼并船。海巡署甲4个船员救起来，也毋过其中2个人送病院了后是救无回来。针对这件意外，这中国国台办是强烈批评。目前，咱金门地检署已经指挥调查，陆委会也会甲对方保持联络。海巡队员无用伫咧救援，在4下昼有一台中国籍的快艇越界伫金门关北顶的东平0.5海里海峡掠鱼。金门海巡队接到报案赶来处理，结果中国籍的快艇拒检，双方伫咧入的过程中，中国迄边的船无顺利并船，造成船顶4个人跋海。海巡署甲4个人救起来送病院，也毋过2个人救袂大。那因为该快艇蛇形巨减，甚至甩尾那导致那个快艇翻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批评台湾当局以粗暴加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的渔民，是造成这件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拿海巡署是发声明讲，一切拢是依法行政。目前已经将涉案的人甲船带回金门海巡队调查，并且已经报请金门地检署指挥侦办。本案涉案船舶系属商务船舶，为两岸协同执法共同关注的对象。对于发生本次意外事故，本署深表遗憾。海巡署强调，针对金马坪甲北方三岛海峡等越界重点区域，适时规划扩大为了此地昆布，严格处理越界掠鱼，依法救办。目前也透过广岛联络死亡船员的家属，协助因处理后事。陆委会主委柯泰山表示，将会跟对方保持联络。我想我们都保持跟海巡署跟对岸呢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了那我们也及时的让他们知道相关的情形。一拿到中国旅行团停交，两岸观光交流恐惊是遥遥无期。柯泰山表示，基本上这么代志发展就看对方的态度，就平等互惠各项考虑，这么拢伫咧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